哎，喂，阿斌，早诶！讲啥？汤建明你啊？老早，我早想要去中华车。你无信号啦，你无讯号啦，你没有讯号。有啦，哎，你什么时候要来彰化？还不一定啊，想说去彰化找你聊天啊，泡茶啊。哎，我很怕你进来，我酸民都会进来的。慢啊，惊啦，选哎，什么卡啦？我准备跟我没咧聊天？惊，你有想要跟选天父你不用聊天吗？怕啦，怕什么？我开直播听你们呢。谢谢啦，我知道啦。很多酸民在靠北你，对不对？啊，没差啦，我习惯了啦。没有。整天打电话来骚扰我，我又没接，我会把他拒接了。不是啊，你为什么要留真电话？你为什么要留真电话给人家去骚扰你？对吧？骚扰就骚扰啊，欸，我阮的又没有。小帮手拢傻眼呢，看到你用傻眼。欸，他说哎，茶碗蒸讲冻在家看买只像，你知哦？搁看者。来，早安啊，各位朋友早安。叫天风调话机的啦，天风嘞。天峰啊，你甲人开讲，人要甲你讲话没？你无甲人讲话者？我伸手机，你老师诶，上班咧伸手机。伊拍游戏啊，系啊，对啊，伊拍游戏啊。欸，倒一杯茶来个。哦，我是你的铁粉，你看你买唔到了，我都老呢。你是我的铁粉就对了。哎、啊，不我然说真的，我怎么跟你哎、买汤建货？明，你就爱伫网络嘛就红的呢。你因妈为的，我你拍谁？因为看我们的直播，然后你的那个什么，你在网络也越来越红了。你敢知这啦？你敢知啊？哎、啊，你敢知？对啊。为什么你也知？东兴娱乐啊 YouTube 啊，我 FB 也造出来。你是因为东兴娱乐红的啊？啊，东西娱乐我无爱插伊啊。是哦。喝酒。好啦，先这样哦，拜拜。啊，好，拜拜。不祝你嘞。哎，来，各位朋友，汤建明就是支持我们之后，然后一直被攻击。哎呀，就是支持我们，然后一直被攻击啊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其实应该是那个的关系啊，因为酸民都一直笑他香肠啊，对不对？拢讲笑，我讲现在酸民袂当安尼，你知无？系啊，我笑人很强，天风嘅笑他笑。为什么很强？伊个嘴咩？伊嘴较高咩？哎，高雄咧卖直播的要办？高雄啥？高雄有一个报名卖直播，伊咧要办？我会知啥？哦，点点嘛有袂讲诶。系啊，等下换高雄，我要找你输赢。哎呦，系啊，你看天风的，哎，早安啊，星星早安。各位早安啊！好了，拜拜。海标早安，来各位朋友，我直播要关掉了，拜拜。哦，拜拜，先这样。